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撒母耳记下卷第5章第1节到12节，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寻回。诗歌奇异恩典是一首脍炙人口，而且传唱了超过200多年的一个时间的一首曲子。歌词是由一位英国的牧师，同时也是诗人约翰牛顿所写。歌词所描绘是他的生命故事。歌词这样说到：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，如此恩典使我敬畏，使我的心得安慰。初信之时即蒙恩惠，真是何等宝贵！经过许多的危险网笼，饱受人间苦楚，此恩领我平安度过。他日归回天父，将来要在天安居万年。恩光如同太阳普照，好像最初蒙恩景况，赞美永不减少。歌词的第2句提到了说：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就如同大卫的诗篇51篇他的悔罪诗一样，描绘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个转变。以色列人曾经因为跟着扫罗王离开了上帝的正道，他们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大败了。扫罗王死了以后，大卫统一了以色列国，包括了犹大国，并且攻占了耶路撒冷作为首都。归回以后，以色列人开始强盛了。撒母耳记下卷第5章第1节到12节的经文这样的说道：大卫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，以色列所有的支族都到希伯伦来见大卫，对他说：我们是你自己的骨肉同胞。从前当扫罗还是我们的王的时候，你已经带领我们以色列人民出入战场。上主曾经应许你说，你要做牧人，领导他的子民，做他们的统治者。所有以色列的长老都到希伯伦来见大卫，大卫在上主面前跟他们立盟约，他们就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做王的时候30岁，在位共40年。他在希伯伦统治犹大7年半，耶路撒冷统治全以色列和犹大共33年。大卫王跟他的部队准备要攻打耶路撒冷，当地的耶布斯人认为大卫不可能够征服这个城，就对大卫说：你永远进不了这城，就连盲人和跛子也能够击退你。但是大卫却攻取了他们的西安的堡垒，那就是后来人人熟悉的大卫城。那一天，大卫对部下说：谁跟我一样憎恨耶布斯人，要打垮他们，就得从这个水道上去，攻打盲人和跛子。因此有这样的一句俗语说：盲人和跛子不能进上主的殿宇。攻取堡垒以后，大卫住进去，并且把它起名为大卫城。
大卫在这个堡垒的周围筑城，从山的东边那一块地开始建造。大卫一天比一天强盛，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与他同在。泰尔的西兰王派遣了一队贸易代表团到大卫那里去，送给大卫香柏木，又带来木匠和石匠，要替他建造宫殿。于是大卫知道上主已经建立他为以色列的王，并且因着自己的子民使他的王国兴盛。这是以色列被寻回的整个的过程。耶稣基督以失羊的比喻来提到上帝无私的爱，并且将救恩赐给了那一些迷失的羊群以及罪人，失而复得，丢了再寻回。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在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7节，耶稣的比喻。有一次，好些税棍和坏人都来听耶稣讲道。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埋怨说，这人竟然接纳坏人，并且和他们一起吃饭。因此耶稣跟他们讲了一个比喻。假如你们当中有人有100只羊，其中1只迷失了，我怎么办？他一定把其他的99只留在草场，去找那一只迷失的，直到找着为止。一旦找着了，他就高兴地把羊儿扛在肩膀上，带他回去，然后邀请朋友、邻居，对他们说：“来跟我一起庆祝吧！我那只迷失的羊儿已经找着了。”同样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上的喜乐，要比已经有了99个无需要悔改的义人所拥有的喜乐还要大呢。那种寻回的喜乐，高于已经拥有的喜乐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就讲了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上的喜乐，要比已经有了99个无需要悔改的义人所有的还要大。那位被寻回的约翰牛顿牧师，他非常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因此他从黑奴贩卖者归回，成为一位解放黑奴的鼓吹者，并且决志要被上帝所使用，后来就成为了主的仆人。诗篇100篇，普天下要向主欢呼，要欢欢喜喜地敬拜他，要唱赞美诗歌到他面前。要知道上主是上帝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牧养的羊群。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，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，要感谢他，颂赞他。上主至善，他的慈爱永恒，他的信实万代长存。谢谢主赐下救恩，使我们有罪的人能够得到赦罪的恩典，重回上帝的羊圈，成为主的羊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活出被寻回得救的生命，荣神益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